继续来看中华县卫生局抽查鸡卵，验出着鼻头一间畜牧场生产的卵，其中一项的配合有农药芬普尼的残留，是超过标准的3倍。卫生局是紧急来通报，而且追查出有问题的卵15万粒，已经出回到9个县市的2间连锁超市，马上通知紧急来回收。但是目前还有大约3万粒的卵不知去向，已经请各县市赶紧来追查。即起1支到11月27日鸡卵，就是互卫生局抽验出农药芬普尼超过标准的问题鸡卵。卫生局10月27抽验。11月初时暗时收到报告，鸡蛋工就禁止贩卖。吃了1、2颗，那你身体你会不会担心？会担心啊。卫生局调查，问题鸡卵的数量有15万粒，分别流向9个县市，包括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云林、南投、嘉义县市、台南甲高雄，主要伫2大连锁超市贩卖。11月初5通知业者强查，各县市也继续追查基态鸡卵到底是流向对。主要大概80%的鸡蛋，大部分都是在大型的通路商。那在第一时间就是已经有请大型通路商赶快进行清查下架。卫生局约回12万粒的鸡卵，也有超3万粒唔知流向对。卡苏烦恼买到有问题的鸡卵，卫生所也公布编码。卡苏配合是 I47025251025730425110304的鸡卵，消费者都千万唔通吃。中华县卫生所拢会固定抽验各大畜牧场出产的鸡卵敢有农药。这个动物防疫所伫11月初5下晡接到卫生局的通知。中华鼻头这间畜牧场有鸡卵无符合标准，而且电话通知要进行移动管制。11月初6日早起到畜牧场稽查，无芬普尼的相关药品，而且将241箱鸡卵查封送验。11月初7日下晡报告无检到，11月初8下晡解除移动管制。11月7号结果出来是未检出，那我们把相关的资料也会给卫生单位。那在11月8号获得这个卫生单位的同意，我们就解除它的这个移动管制。虽然这间畜牧场已经解除移动管制，动物防疫所伫今仔日也搁再派人到畜牧场稽查，而且也继续抽验鸡卵，也爱查出是安怎这的鸡卵会去摸到芬普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